这是一个法喜充满的傍晚时分，一群克切拉成员在唐先生的住家，忙着做好将佛像迎请回家的准备工作。几个月以前，我们的朋友唐先生决定把一套宗喀巴大师和2大弟子的佛像迎请回家。唐先生的住家经过了一番大肆扩建装修之后，终于到了可以将佛像迎请回家的神圣时刻。在这之前，做好完善的准备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今天所迎请的是一位觉悟者和其尊贵的教诲，并不是虚有其表的一尊佛像而已。在这里，所有克切拉艺术创作组的义工们和唐先生家里的成员们，怀着欣喜无比的心情，一起用心地以粉笔在大门厅前画上8吉祥。这8吉祥图案是源自于证悟后的佛祖释迦牟尼在展开他的第一场开示时，当地的神灵献上的一份供养，因此它们象征了隆盛的庆贺和喜悦，将它们绘画在我们住家进口，代表了这家人以120分随喜的心情迎请佛法入家门，并且为未来的人生种下佛法种子。在里面，Wan 和 Justin 正在准备托盘来盛装供养的蜡烛。今晚到来帮忙的义工们全来自克切拉不同的工作小组，有些还来自外国的朋友。比如说 Justin 是一位来自纽西兰的网络管理员， Tamara 则是常常不辞劳苦马澳两地飞来参加克切拉中心活动的一位来自澳洲的朋友。这100多个供养蜡烛是为明天的迎请仪式而准备的。烛光可以驱走黑暗，所以光的供养代表了我们将无明消除，并且从中获得智慧。今晚再送佛像的罗里是由占都古仁波切的资深学生黄国泰和其他义工准备的，将大束的鲜花扎绑在罗里周边，象征着在护送佛像路程中的一种供养。当我们迎请佛像回家的时候，就好像迎请了一位重要的贵宾到家来，因此非要做好妥善的准备功夫不可，例如清洁和整齐等等。我们所献给佛菩萨的供养品中，必须是我们能力范围内所能提供最好最珍贵的物品，以表示我们请求佛法的诚意。准备供养品，然后做供养，可以为我们的修行累积功德，使我们和佛菩萨生生世世结下不解之缘。坦白说，并不是佛菩萨需要我们的供养品，而是我们自身的用心和努力，将能使我们在修行上更进一步。虽然我们可以将供养的装饰品装扮在佛像身上，但由于宗喀巴大师是一位高僧，他不穿戴华贵的饰物，所以我们可以在他所穿的袈裟上绣上宝石或珍珠。来自泰国的万，他是一位资深的虔诚佛教徒，和蔼可亲的万也与大家分享如何做迎请的准备工作，并引导这项殊胜的迎请仪式。本身是佛法仪式协调助理的谢松平，对于迎请和供养佛坛有一定的经验。他和万正在向唐先生和他的家人讲解明天迎请仪式的重要事项。所以当他们走进来的时候，你们的孩子呢是哪孩子？你是哪华的，他是哪乡的？所以他进来的时候呢，我们放在这个神座了呢，连这些贵宾呢，我们一个人会收香，然后一个人会收花，然后我们再插回去。那个香呢，我们拿出来呢，我们可能会放在外面。就是在献嘎达的这个过程之中呢，你们就是那个人呢，就是上跪拜先，然后才放白布。所以我们会有2个人呢站在这边的，
就是接了，然后放上去，接了放上去，接了放上去，直到最后一个人完了为止。然这个就是迎接仪式，直到最后一个人供完为止呢，然后我就会帮他穿衣服了。Only when by in, then put the flower on. Then when the lama tukar put on that time, then it's starting to offer the kata. OK， 你们要做的就是这样罢了。这个用锦缎和上佳的丝绸布置的殊胜法座，是为占度固仁波切而准备的。严格上来说，上师的地位比佛像更为崇高和珍贵，因为上师能够直接将佛法传授给我们，使我们开启智慧和走向正悟的道路。假如上师没有出席，依照习俗，仍然需要将他的法罩放在法座上。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表示对上师的尊敬，将制造一个善因，让我们日后能够从他那里获得佛法。这个非常殊胜的佛坛，包括了一副格鲁派皈依镜和324尊宗喀巴小叉叉等。这殊胜的一天，就从原本置放这套宗喀巴大师佛像的克切拉天堂佛教文物中心开始。在未搬移之前，每一尊佛像必须被包扎好，然后才能准备被运走。在移动佛像时，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因为我们要记得，它不只是一尊佛像而已，而是一位真正大彻大悟的佛菩萨。在尊贵的占度固仁波切的领导之下，克切拉拥有4间非盈利的佛教文物中心。仁波切强调，这些文物中心背负的使命，是以弘扬佛法为宗旨，而非利用佛法文物来牟利。每一间文物中心都供应了大量的佛像、法器、供养物品、佛书和佛画等等，方便有意在家里设置佛坛的人，可以迎请所喜爱的佛教文物，以便开始个人的修行。克切拉佛教文物中心也提供了免费为顾客布置佛坛的服务，就好比今天为唐先生所付出的心思一样。文物中心的员工们永远保持着随喜的心情，与顾客分享更深一层的佛法知识。像今天，来自世界各国的义工们付出了他们宝贵的时间、佛法知识和对佛法的热诚，来到这里无条件的帮忙。即将要送到唐先生住家的3尊佛像里面，都装满了100多卷的咒文、法罩和各种珍贵的珠宝。这是一种累积功德的方式，因为当我们在膜拜佛像时，不只是膜拜一尊佛像而已，而是向佛像内的所有神圣的法物所供养。所以要在克切拉天堂文物中心的2楼把奇重无比的佛像搬下楼，的确需要费一把劲不可。昨天晚上已经准备好的罗里早已在那里守候多时，帮忙搬运的义工们也已经在楼下准备就绪。许多人常常误解佛教徒以膜拜佛像为重心点，其实这并不正确。佛教修行者真正在做的，是以外在的佛像来修行自己的内心。其他2尊佛像是宗喀巴大师的2大弟子克主杰和贾曹杰，他们先后被搬下楼，在台上罗里，然后排列在宗喀巴大师旁。再看回唐先生的家，8吉祥图案早已经完成了，并且等待着迎请神圣的佛菩萨进家门。在迎请佛陀、上师和佛法时，必须以随喜的心情迎接，
就好像这张画中的情景一样。唐先生的孩子们和科切拉的朋友们准备在大门厅前点燃数百枚以上的蜡烛，这是对代表着佛、法、僧三宝的宗喀巴大师的一种供养。所有人都排着长长的队伍，准备向神圣的佛像献上鲜花、香和哈达。当罗里载着佛像徐徐地驶进了屋前，唐先生特别燃放了一串长红鞭炮，它在传统的华人习俗里意味着驱除不好的霉运，为未来带来无限的快乐。佛教向来提倡包容任何一种文化，完全没有摧毁的意图，所以这种发自内心的供养是非常正面的。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专注地念诵着宗喀巴大师赞，来迎接他的到来。宗喀巴大师是三大菩萨的化身，也就是象征着慈悲的观世音菩萨，代表着智慧的文殊师利菩萨，和代表着力量的金刚手菩萨。迎请宗喀巴大师或持诵他的心咒，相等于同时向这三尊佛祈愿。终于，这座大佛像要进入家门了，先由迎请队伍进入以示欢迎，接着庞大的佛像被小心翼翼地抬进来。当我们迎请佛菩萨进入家里时，应该把这个仪式观想为十分丰沛和充满生气，就好像这幅释迦牟尼佛的图画中的情景一样。我们应该将佛像视为真正的佛菩萨，并在佛菩萨经过的路上铺上美丽的鲜花和芬芳浓郁的香料。宗喀巴大师降临这个世界，是释迦牟尼佛亲口预言的，因此迎请宗喀巴大师回家，也就表示我们获得了他本身以及在他之前整个神圣的传承的加持。宗喀巴大师是14世纪西藏著名的学者和圣者，他闻名于博学多才和对经典的领悟。在结合了佛教三大乘和印度大师们的教诲的精髓之后，宗喀巴大师创立了格鲁派，也就是现在大家所熟悉的黄教。宗喀巴大师也创立了克切拉所附属的甘丹寺。甘丹寺目前坐落在南印度，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佛教大学之一。佛像终于到达了佛坛大厅，并被安置在已经特别设计好的佛坛上。所有的细节，如佛像的位置、姿势和各种装饰物，都必须被安置在正确的地方，因为每一个环节象征着一种个别的教法，来引导我们迈向觉悟的道路。唐先生的家人准备向宗喀巴大师和2大弟子献上第一份哈达。哈达是传统藏传佛教用以向佛菩萨表示敬意的一种丝绸布料。哈达也代表了我们向佛菩萨的祈愿，希望我们的修行能够有所成就。可切拉成员和义工们向3位佛菩萨做大礼拜，大家继续念诵着宗喀巴大师赞，以便将之化成一种强大的能量，引入屋内，加持所有现场的人。当佛像的位置摆放正确之后，谢松平开始为他们披上袈裟，这也是一种对佛菩萨的供养。在此同时，义工们在准备着朵玛，这是一种传统的供养食品，通常它是在法会里的主要供养品。在传统的习俗里，朵玛使用大麦粉、糖、乳酪、牛奶、牛油、蜜糖和香料制作而成，但现代的人也可以用面包或饼干取代它。供养品不在乎内里的用料，
最可贵的是我们对它所花费的心思。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供养最完好的给佛菩萨，所以必须注意着每一个小细节，这包括了佛像的袈裟和装饰物。在这里，Wan正在为佛像的袈裟做最后的修饰。谢松平和来自瑞士的义工Tashi正在细心地为佛像缝上袈裟，以保护佛像。当所有的细节完成了，袈裟就披在佛像上。谢松平做最后的检视，以确保袈裟完好无缺。当佛像正式摆设之后，其他义工们则准备供养品，例如感官和食物供养。最后才将具代表性的黄帽戴上。这顶黄帽象征着格鲁派的传承和心灵修持的精进。帽子的尖顶代表达到至高无上的觉悟境界，而帽子的两个边则分别代表慈悲和智慧，也就是我们达到觉悟的方法。这顶黄帽只有高僧才可以戴上，它代表着我们的祈求和盼望他们永远长留世间，持续弘法。唐先生和家人们正在准备着他们第一次的佛坛供养，比如手里拿着的银质酥油灯。现在他们献上3套金和银质的曼陀罗。曼陀罗代表着全宇宙最美丽珍贵的东西，并透过观想供养给佛菩萨。酥油灯在传统里是用牛油制成的，它象征着驱散我们内心的黑暗和无明，以达到更进一层的智慧。我们应该尽自己的能力，供养最好的给佛菩萨，而金和银可以算是最高品质的供养品了。同样的，这并不是佛菩萨需要我们的供养，而是我们为自己的修行累积功德。昂贵的饮料如牛奶、乳酪、啤酒和红酒等等，在西藏非常珍贵，因此供养的意义更大。所以我们可以和食物和朵玛一起供养，一家人齐心祈祷和做供养，印证了彼此之间滋长的慈爱和关怀。它帮助一个家庭在他们日后的修行有所成就。最后进行清水供养，它是最简要的感官供养。3尊庄严的佛像背后的小叉叉和各种供养品，使整个大厅显得法喜充满和温馨。各位师兄师姐，还有各位远道而来的贵宾 ，Roland 从新加坡来 ，Tamara 从澳洲来，还有我们这班Puchara House 的师兄师姐，很高兴的 Mr. Deng 来到 Mr. Deng 的家来一起恭请喇嘛总老爸。Also Tamara from as far as Australia, and also all the friends invited by Mr. Ting. Thanks for coming. 有重大的意义的，好像 Rimji 所说的，我们请一尊佛像进我们的家，我们要把这个佛像呢当成是真正的在请一个佛进人家，而不是一个佛像。Like what Rimshi has said, when we invite a Buddha statue to someone's house, we should really treat it like we are really inviting a Buddha into the place, and not just a mere statue. 通过我们怎样的准备，我们花这么多的功夫去把这个大吉祥挂在外面呢？这些步骤呢，我们请的呢都是跟以前我们讲请佛到我们家，这些仪式呢都是跟着以前的方法做的。
So all the preparatory work, such as the work that we have done for the drawing the 8 auspicious signs outside the house, all these are actually based on what we have practiced in the previous times when we invited Buddha statues home. 当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仪式，我们诚恳的引起喇嘛宗喀巴呢的真身呢来到 Mr. Deng 的家呢，通过这些准备呢，也希望呢把这个佛法呢带到 Mr. Deng 的家人来加持他们的家。The holy image to Mr. Deng's house. We also wish to bring the holy Dharma into his house, and also to bless the house members as well as give them the ultimate protection to them. 而且呢，通过这样的仪式呢，引起一个真的佛呢，喇嘛宗喀巴的佛像呢，会显现奇迹的现象。因为呢，我们把它当成真的佛的请进来，而不是只是神像。And when we invite Lama Tsongkhapa's holy image to the house, because of the way we treat him as a real Buddha present in the house, he will actually manifest signs of miracles, or rather signs to the family members. OK， 现在我们请Mr. Deng 就是这间屋的屋主来讲几句话。Welcome Mr. Deng to give a speech. 谢谢 Mr. Chia， 谢谢你们。我今天很高兴，是因为你们帮我很多。我邀请松嘎巴进我的家，帮我念经。还有教导我很多东西我不会的。I'm very happy. Thanks for everyone to coming to this house to help me set up, to help me chant alone and teach me the Dharma. Thank you very much. 还有以后还有很多东西我还要向你们学习，谢谢你们。Thank you. In future, there will be more things I would like to learn from you. Thanks everyone. 这里我们的 Kejara 的 member 还有我们的希望送一件小礼物呢给 Mr. Deng。克切拉成员赠送一串水晶念珠给唐先生。今天赠送水晶念珠有其特别的含义，因为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宗喀巴大师的前世也曾经供养佛陀一串水晶念珠。在上师会供未开始之前，每个人向佛坛做3次大礼拜，祈愿达到与佛同等的境界。上师会供亦称为宗喀巴大师供养法会，也就是引请所有的佛菩萨、永父、空行母和传承上师们来到这个地方，参与供养法会及加持这个家人和其四周的环境。这个法会将产生很强的力量，来协助众生累积功德和净化业障。在迎请佛像、生日、喜宴和其他庆典活动举办这种法会是特别殊胜吉祥的。法会也包括了持诵宗喀巴大师的心咒 Miksema， 它凝聚了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和金刚手菩萨的山佛的力量，效果非常强大。伴随着诵经声，各种各样的供养，如鲜花、香、清水、曼陀罗、蜡烛、感官供养、8吉祥图案和朵玛等等，布满了整个大厅，以每个人的祈愿的力量和祝福，全部献给唐先生一家人。今天是一个法喜充满的一天，经过了早前的忙碌准备和刚结束的祈愿法会后，大家的心情都特别愉快。微笑的佛像加持了唐先生和家人以及在场的所有人。今天是一个非常珍贵殊胜的日子，
因为我们不只是迎请一尊佛像回家，而是连同佛菩萨的智慧、慈悲和无限的加持力一起带回家。这个难得的经验，正是实现了詹杜古仁波切的心愿，也就是把佛法带入每个人的家里和心里。从绘画8吉祥图案、制作朵玛到清水供养，都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的修行更加精进。因此，在场的每一位克切拉义工都怀着至诚的一颗心，以行动来使唐先生和他的家人获益。希望这一切能够启发他们在修行的道路上更加精进。我们欢迎您来到我们的佛教中心或任何文物中心采购各种佛教文物。如果您想要迎请一尊佛像回家，克切拉将义务给予您各方面的忠告和协助。愿将这美好的因缘所累积下来的功德，回向给唐先生一家人、他的朋友和所有对佛法充满热诚的人，为他们带来无限的快乐和幸福。